新闻先来看台南的空军基地，一个姓陈的阿兵哥昨暗伫基地拖一台电源车，人煞对车顶摔落来，互车交过，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。空军司令部强调讲会配合调查，协助家属处理后事，嘛会全面来做检讨。14暗时8点外，台南空军基地一名姓陈下士执行地面装备拖叮当，无细力对拖车顶头落落去。错伫后背，这电源车随甲交过，送病院急救进程已经无生命现象，病院犹原救无回来。我们现场判定已经是到院前死亡。那这从外观看起来，头颅变形，身体也扭曲变形。那我们还是急救了71分钟，那完全没有反应，最后宣告急救无效。本人对造成此案深感哀痛与不舍。后续呢，除了配合宪兵及检调机关调查以外，并成立了相关专案小组实施调查。高校收到消息了后，15透早随官来到台南空军基地，在军方陪同之下入去营区了解意外是安怎发生的。军方表示，电源车拖动作业是2个人一组，这关系到战机启动升空，也因为战备任务的需要，唔过却发生事故。针对着过程的 SOP 流程敢是有出问题，军方强调专案小组正在调查。针对造致此事原因的话，那昨天晚上那个司令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针对此事项来做一个调查。那相关 SOP 部分的话，等调查完之后再跟各位报告。军方进一步说明，因过姓陈下士表现真好，发生这届事故，让军方真唔甘。落尾也会全力来协助家属处理新后事，而且会做一回检讨，精进工作流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